至圣的上帝，阮伫你的圣殿做伙聚集，阮要起誓断，就是用阮的心所建立，要献予上帝的活祭。求天父上帝的圣神点伫阮所有侍奉青年兄弟姊妹，互阮伫今仔日的侍奉会通邀请，诚做一个邀请的诗歌、言语、祈祷，来邀请阮的兄弟姊妹做伙同齐来敬拜。愿主你的圣神运行伫会中，感谢阮的兄弟姊妹，今仔来到你圣殿寻求你的，主啊，求你将你稳定赏赐伫阮的中间。愿恳求主你帮赞，互今仔日的礼拜，人会通甲你真实来相拄。阮伫你面前，将今仔日的敬拜对头到尾交伫你的手中，祈祷我所有性命，阿门。
全地着用耶和华出欢喜的声，恁着欢喜的心服侍耶和华，唱歌来到伊的面前。恁着知耶和华是上帝，咱是伊创造的，咱也是伊的，咱是伊的百姓，也是伊草场的羊。着用感谢入伊的门，用鹅脑入伊的院，着感谢伊鹅脑伊的名，因为耶和华是好。伊的慈爱到永远，伊的信实到万世代。世间情人拢着恬静，天性行你面前。无知我如世间俗事，当阮天意受事。上帝讲你米的圣殿，咱着敬拜心敬虔。这一时，请咱三甲来吟圣诗《俄罗上帝》，圣诗71首。我心俄罗至关上帝，请咱起立吟全首。我心俄罗至关上帝，万民叩拜伊脚下，所谓你的沙边高我，咱着俄罗来君王，俄罗
这只时，请咱三甲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色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比拉多任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父上帝大屏，伊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共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的赦免，肉体搁活，永远的活命。阿门。也请坐。这时，请咱三甲来启应上帝话。伫圣诗的后壁面，启应文13篇，诗篇51篇。上帝啊，照你慈爱怜悯我，照你丰盛的慈悲，擦消我的过失，将我的罪恶一尽洗除，也洗清我到无罪。因为我家己知我的过失，我的罪常常伫我的面前，我所犯着的，就是得罪你那尔。伫你的目睭前行这号歹，伫到你讲话时显明做义，判断的时显明公道。我是伫罪恶中生的，伫罪的中间，我的老母怀孕我。你所爱的是心内诚实，伫我的腹内，你要互我得到智慧。求你用牛膝草洗我，我就清气；求你洗我，我就比洗较白。求你互我得到听见欢喜快乐的声，互你所压制的骨通欢喜。求你用你的面无看我的罪。擦消我一切的罪恶。上帝啊，求你甲我创造清气的心，互我内面有换心正直的心。我就将你的道路指示有过失的人。有罪的人就要归顺你。上帝啊，你是救我的上帝。我的子要大声吟诗学了你的义。主啊，求你开我的嘴唇。我的嘴就要保养你的好名声，因为你无爱祭物，若爱我就要献。烧祭你也无欢喜。上帝所爱的祭，就是忧伤的神。上帝啊，忧伤痛悔的心，你无要看见伊。阿门。这时，咱完这个三甲来吟圣诗，圣诗280首。我爱标记天父的面，请咱坐咧吟全首。就只为
即时请咱三甲阿头来祈祷。无起头，无煞尾，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耶和华，阮的主上帝。除你以外，阮无别个上帝。至圣至尊耶和华，阮的主上帝，你是古早伫地，现在伫地，将来也永远伫地，佮永远听阮的上帝。主上帝，阮通过查考圣经才知，因为6日内，耶和华创造天、地、海，甲其中的万物，第7日就安息。主你佮赐福安息日，定做圣日。主上帝，这是你所定定的日，阮进入圣殿，起祭坛，献上敬拜，阮用感谢甲懊恼的心来亲近你，用敬畏、用心灵甲诚实来敬拜你。主上帝，阮深深感谢你。上帝的独生圣囝，主耶稣基督，阮来到你的面前。当阮抬头仰望十字架时，阮静静默想，你为着疼世间人，为着完成上帝救赎的旨意，你献家己的身躯做祭，是我的，是圣的，是上帝所欢喜的。主耶稣，你为着阮的罪流出宝血。为阮钉死伫十字架顶，阮感谢你救赎阮无限的疼。听阮的主耶稣怜悯阮，伫圣的主日，阮搁一摆向你拍开阮的心，恳求圣神教示阮，互阮知上帝顺传良善美好的旨意是啥物。求圣神保守阮的心。互阮的生命所做的工、所献的祭，拢是要得到主你欢喜，荣耀上帝的名。是阮的主，阮仰望你。这时是春天的季节，应该是花草茂盛、万物生炭，充满新的生命甲愿望的时阵。总是阮看见乌克兰因为战争长得受苦，侪侪无辜的百姓充满惊吓甲哀伤，真侪人倒难死失。主啊，求你怜悯这个可怜的国家，愿你的和平临到伫乌克兰，伫阮的世界。恳求主你掌权。主啊，阮恳求你保守一切。主，阮嘛为着侪侪的所在，也着受疫情影响的国家甲城市，恳求主你怜悯，求主你赐落你真实的平安。主，阮恳求你加添世界遮的防疫专业的人员，互因有够业智慧，会当彼此合作，设法紧紧阻止这个疫情。主啊，伫这个时，阮用敬虔的心，阮知阮家己的软正甲软弱，阮谦卑专心倚靠上帝，来面对阮人生中所拄着各项的挑战。听阮的主。伫你的听内面，愿要享受敬拜的喜乐。恳求圣神充满伫阮的会中，恳求圣神甲曾牧师同在，互曾牧师为对上帝来的权柄甲智慧，将主你的灵粮来养持阮。主，阮渴慕对你的话搁较认捌你，搁较认捌。什么是主你所欢喜宣传良善的旨意？主教阮三甲伫地，愿你赐福阮，互讲的甲听的，拢平平拄着主你的赐福。主啊，阮恭敬将今仔日的敬拜交伫主你的圣手，由你掌权，献上感谢祈祷，
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免。阿门。这是俄勒请献歌队。
也即时，请咱三角来恭守上帝的话。首先，咱来看旧约圣经诗篇51篇14节到19节。诗篇51篇14节。上帝啊，你是救我的上帝，求你救我脱离害人的罪。我的旨要大声吟诗学罗你的义。主啊，求你开我的嘴唇，我的嘴就要报扬你的好名声，因为你无爱祭物，若爱我就要献。小祭你也无欢喜。上帝所爱的祭，就是忧伤的心。上帝啊，忧伤痛悔的心，你无要看轻伊。求你照你的好意思，好款待锡安，起造耶路撒冷的城墙。迄时，你要欢喜伊的祭，甲烧祭，以及全精生的祭的烧祭。迄时，人要将公的牛献伫你的坛。咱搁看另外一位圣经记载伫新约圣经罗马人书12章第1节。罗马人书第12章第1节。兄弟啊，所以我因为上帝的怜悯，劝恁献家己的身躯做祭，是我的、圣的、上帝所欢喜的。这是恁心灵的服侍。阿免。正道献上上帝所欢喜的祭，请曾牧师。所听的弟兄妹，大家平安。咱当心用较无甲欢喜，祈祷来到上帝的面前。但伫今仔日的礼拜，咱甲上帝讲。主啊，互我来到你的圣殿，伫你施恩造情。所听的弟姊妹，无论你伫啥物所在，愿上帝恩惠，伫今仔日的礼拜，充满伫你的人生的内底。咱当心来祈祷。至圣的上帝，阮当自执伫你的面前，无论伫啥物所在，上帝你的心要自执阮真侪，你的囝儿甲主你同坐倒。主愿伫你的圣殿要来敬拜你，求天父上帝伫今仔日的圣主日，祝福阮甲你坦然面对面，祝福每一个兄弟姊妹经验着上帝你充载迄个满足的喜乐。主愿恭敬将阮的心门向你拍开，求主你来到每一个兄弟姊妹因的心灵的祭坛，主你干了因伫你面前所献芳芳的祭，愿伫你面前用较无的心向你发出祈祷。我给耶稣基督的圣尊名求，阿门。今仔日我要甲咱兄弟姊妹，咱做伙来学习一个信仰中间真重要的功课，就是建立属灵的祭坛。咱的信仰的前辈为着要鼓励每一个基督徒，拢成做一个真实的基督徒、勇壮的基督徒，所以常常鼓励基督徒应该爱重视建立属灵的祭坛。自从耶稣基督的救恩，教会改变甲犹太人无啥共款。咱伫教会中间不知不觉，咱就将两种的文化、两种的礼拜习惯，咱家己感觉就亲像一种的礼拜。但是有时咱嘛好亲像分袂清楚。伫旧约的中间有5种的献祭，无论是小祭、平安祭，无论是赎罪祭，5种的祭事。但是，一直到耶稣基督了后，教会就无搁再，多数的教会就无搁再有这种祭拜、献祭这种的仪式，因为咱知耶稣基督已经真侪代替咱救赎的羊羔，所以耶稣基督了后，教会的献祭就无共款啦。用什么种方式来献祭？亲像圣歌队，今仔所吟的诗歌就是献祭。阮的祈祷要将做芳芳的祭，亲像香
通到天顶予上帝。古早犹太人因要面对上帝时，因爱烧祭，因爱烧香。伫因敬虔的礼拜中间，因的仪式甲因的内心，就定做上帝所活活接纳的。所以弟兄姊妹，咱何等的自由，何等的幸福！伫今仔日，咱叫做一个基督徒，咱毋免搁再太低倒洋，咱毋免搁再有真多遐的祭祀的礼仪。但是有时，咱反倒当因为稳定来克惜，所以咱有可能伫咱的礼拜中间，就无有真确定、真看会到的仪式来代表咱对上帝的敬虔。比如讲，古早咱的长辈，因伫礼拜时，因祈祷，因会注重就是跪落来祈祷，跪落来，迄就是一个看会到的仪式。今仔日有真侪基督徒，咱已经免去了，才会外在的仪式。但是所听的姊妹，其实外在的仪式更较重要。外在的仪式会通帮助咱去注重内心甲外在是一致。原咱伫今仔日的礼拜，这张的相片就是圣经中间头一个人献祭予上帝。迄阵无照相机，这张相片是后来人用想象话，第一个献祭予上帝就是拿阿。拿阿伫迄个大死实的40日的大风雨、大水淹没了全地，所有的画面拢死了后，经过几长的天候，大水退去了后，土地佫发出活命的新的芽，万米佫重新活起来了后，拿阿用真深的感触，亲像死佫活。拿阿亲像死佫活，伊看见死去的人，伊感受到伊还佫活咧，所以伊就起一个祭坛敬拜上帝。所以当伊烧即只羊羔予上帝，当伊烧即个活祭予上帝的时，圣经的记载讲，伊所烧迄个薰，就正一香，探到伫天顶，上帝闻到芳芳的祭，馨香之气，上帝心内毋甘欢喜，就接纳伊。所以上帝对安尼讲，对当了后，我无要搁再咒诅即个地上，我无搁再用即种的方法来毁灭罪恶。对当了后，我要互天地万物生生不息。所听的姊妹，无论你用什么种方法，今仔日的礼拜是要鼓励咱正做一个会晓敬拜上帝的人。伫咱礼拜的时，咱来带咱心中全心全意、真实的，因为耶稣讲，上帝是神，敬拜伊的人，就用神、用真实来敬拜伊。愿咱明白献祭伊真正的意思。今仔日这个功课对咱来讲真重要。有真多基督徒一世人跟对上帝读圣经，无拄拄会通伫真正咱内心的礼拜堂、内心的祭坛，感受到上帝真正甲我三甲地地。所以弟兄姊妹，就互迄种信仰的告别伊玛落里，毋是出一支嘴，是实实在在，咱对心中讲：主啊，我真正感谢你，你实实在在甲我三甲地地。愿上帝所应允的话，就成做咱生命的经历，也求圣神伫今仔日的礼拜，将伊所想述真实的经历来想述互咱。根据圣经的记载，既若设立祭坛，有3项代志：古早的代志、今仔日的代志，甲将来的代志。对圣经的记载，这个祭坛有3项代志。过去的人起祭坛，拄着上帝所发生的代志。你看圣经有真侪人起祭坛，拢是发生伫上帝的怜悯救恩了后，因对心中敬畏上帝，所以因就对因的身边扣遐天然的石头来起做祭坛。伊起的祭坛最重要，就是要纪念上帝。所以弟兄姊妹，
无论是亚伯拉罕的这段，无论是摩西的这段，无论是约书亚的这段，甚至以撒的这段、雅各的这段，伫早期的这个信仰的前辈，因就是经历着上帝，所以伫经历着上帝迄个所在，因就起一个礼拜堂，就起一个这段，不容易真紧就起一间礼拜堂，所以因就用所捡的来的迄个天然的石头，甲放伫迄个中间，代表神圣的所在。礼拜了后，佮煞甲迄个所在号一个名，你会记得吗？圣经有真侪故事，当因起这段敬拜上帝了，伊就甲迄个所在号一个名。所以后来伊会行行顺顺，拢会安尼讲。甚至后来伫圣经记载讲，到今仔日，亲像雅各，伊伫北地里的旷野，伊伫梦中看见上帝天使对天顶落来，伊伫迄个异象迷茫的中间，伊忽然感觉，我的上帝原来毋是伫我爸爸妈妈的厝。伫即个旷野，即个上帝嘛，甲我三角地带，日出日入，要我要保守你。所以当伊经历到即个上帝了，伊就起一个这段，然后甲迄个这段、迄个所在号一个名，叫做伯特利。所听的姊妹，起这段第一，就是纪念伫咱的人生中间上帝的作为，而且互你的囡仔到行行顺顺、永永远远，拢会记得。我的老爸、我的阿公，捌伫即个所在，一口井起一个这段，甲迄个号名，以撒学一个这叫做伯示巴。后来伊的子孙雅各，伫抗旱逃难的时阵，犹原佫倒去伊的阿公、爸爸所学迄个水井，伯示巴。伯示巴。示巴就是地名，示巴意思就是上帝甲我三角地带，上帝甲我立约。伯迄个伯就是井，意思就是一个立约的井，一个这段。所以后来到雅各，伊犹原伫即个这边翻头的时做礼拜。圣经记载讲，雅各伫暗暝，当伊起这段，伫伊的老爸这段，重新甲伊石头佫捡倒来。重新搁再甲即个礼拜献予上帝，伫迄个暗时梦中，上帝来甲伊讲话。上帝甲伊讲：“我就是你的老爸的上帝。”所听的姊妹，这个故事要帮助咱伫今仔日，咱知影这段第一就是纪念上帝的作为。第二，亲像雅各倒来到伫以撒所学的即个伯示巴的水井的这段，重新祈祷。兄弟姊妹，咱的人生若有需要有渴望，就用祈祷诚侪芳芳的祭献予上帝。过去需要祭司代替咱献祭，但是到新约的时代，咱何等的福气！主耶稣讲：“通过我，恁就会当坦然到上帝的面前。”所以伫新约的时代，当然犹原咱有设立牧师，诚侪咱的陪伴者甲帮助者，但是基本上。到伫新约的时，每一个上帝囝儿查某囝，拢通直接甲上帝面对面。兄弟，你愿意安尼吗？你愿意毋免通过别人的帮衬，甚至毋免牧师陪伴，你就勇敢壮大，相信确信。当你跪落来，当你敬虔祈祷，天就为咱开，上帝就降临在咱的中间。就亲像圣经讲，圣神就运行，上帝的神就运行伫咱的内中，大能大力就甲咱三角地带。第二，这段就是求上帝的所在。第三，这段是什么？这段就是相信，也代表这是我所信。当咱的礼拜的时阵，咱的隔壁、咱的厝边、咱所有的身边的人，因就要看见，遐有一群人，因毋是戆戆坎坎。因是敬虔甲互人感觉幸福，因为因会敬拜一个因所相信的上帝。兄弟，这段就是这个意思。当咱的教会每一个主日较精，当咱的教会每一个圣主日，咱穿甲整整齐齐，咱对外面入来。兄弟，你想得当人有什么种的感觉？啊，个礼拜日啊，因迄阵天公仔囝，因个敬拜因的上帝。
兄弟姊妹，这段就是见证上帝降临，上帝感纳，上帝同在。愿主帮助咱对今仔日到永永远远，好唔好？愿主帮助咱对今仔日到永永远远。主互咱伫伊的时运做证，咱对伊来领受伊的恩惠，做咱及时的帮助。所以这段是什么？这段有几种的意思，但是上重要的意思，就是上帝临在神圣的所在。所以耶稣讲，恁着去普天下招万百姓来做我学生，讲爸囝圣神的名甲因寄说的，去普天下招众人，然后真侪信仰的族群，同心敬拜上帝的神，就伫迄个所在。愿天父上帝祝福咱心肝所爱，咱看做咱的厝，这等教会。愿天父上帝，咱的教会真侪一个伫黑暗中敬拜的圣殿。无论是咱拜三祈祷会，无论是咱的查经班拜六，无论是主日，清早咱做伙的敬拜，愿上帝的荣耀，咱发出的祈祷所吟的诗歌，所宣读的圣经，伫普天下，用听得见、听袂见上帝圣神的声音，对万般万民来讲，上帝福音的信息，愿天父上帝甲咱三甲地地。所以这段有几个真特别的意思。这段就是神圣的所在，是人甲上帝相拄，人甲上帝面对面相拄着的所在。这个神圣的所在，竟然甲上帝面对面，生命要改变。我要对心中为恁祈祷，愿天顶的上帝将这种生命改变的欢喜，伫今仔日加添伫所有咱的兄弟姊妹。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进入到上帝荣耀充满、圣神充满、稳定充满的所在。咱无空空做礼拜。愿天父上帝对天顶倒互咱，伊个满出来。愿天父上帝互咱。那安尼今仔日的礼拜，咱要讲起这段最重要伊的功能，这段最重要伊的目的就是献祭。所以这段这个字甲献祭这个字，基本上伊共一个字根叫做 zabak， 伊最重要的意思，英语该翻做 offering， 会当翻做奉献。所以献祭的意思，就是我摕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举起来讲，主啊，这是我的五块饼两尾鱼，唔通假神假意，虚假假。其实你有足济，但是你无愿意，你甲上帝讲，这是我的五块饼两尾鱼。呀，这上帝知影这是哪亲像咱咧可怜伊，是咱用剩的才要给上帝，唔是。献祭意思，无论是迄个寡妇2仙钱，无论迄个囡仔摕来到耶稣的面前，拢同款有一个情形，就是迄个便当对迄个囡仔来讲，就是伊今仔日若无食就无够，就腹肚枵，是伊完全的。所听兄弟姊妹，献祭意思就是将我心内上欢喜，我感觉上宝贝。主啊，若要献互你，我要献上好的。愿天父上帝帮助咱。古早的早期的台湾的教会，因若要献囡仔互上帝做上帝的册用，因一定献头生，毋是讲头生出来，是头一个大囝，是上好的，毋是迄个乡村的、无路用的、袂读册、无职业的，毋是。早期的教会若要献互上帝，就是对心中欢喜。我要加伫上场咯。伊讲因阿公咧卖肉丸的时阵，逐日做生理剩的，今仔收入的钱，一定经1/10留起来，因为伊的生活嘛第一这代志。或者你敢会当知影，这种的行为甲动作，虽然看起来是真生活化、真普通，但或者咱来知影。上帝拢知，
来用什么种的态度来领受伊对咱的祝福。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这段上少伫旧约内底有5项，你看会到的图像，亲像咱真爱看电影，咱真爱看连续剧，所以看连续剧有当时一句话吼，就一世人无法度袂记哩。一个影片，一句台词，有可能咱一世人无法度袂记。旧约咧讲起这段，第一，这段就是所做的献祭，就亲像芳芳的祭，透到天顶，互上帝欢喜。拿阿咧献祭的时，伊并无想遐济，但是伊感觉伊的活命，伊献一只将生互上帝，就代表伊对四个碗。伊用这精神来代表伊的活命，献予上帝。上帝讲，伊就闻到迄个芳芳的祭，所以后来犹太人会颂扬人无钱通献大只精神的时，因用迄个因所收割的麦仔酿做麦仔粉，然后因就放迄个树籽，有一种树啊叫做乳香树，乳香树。乳香树就亲像迄个橡胶木，你甲刮开冷流出来，伊然后用迄个乳香的迄个冷搅伫面粉中间烧，会有一种足特别的，咱咧讲的乳香的香味，乳香。所以耶稣出世的时候，你会记得，朴素来敬拜伊的是摕黄金乳香不药，有无？黄金乳香不药，黄金是再生要用的，乳香就是生活中间最后。最后一个咧芳芳要献，代表伊尊敬的物药咧，是人死了后，把伫尸体保持伊一个圣洁、芳气，最后一生的归属。所以兄弟姊妹，以色列人为着要有芳芳的祭，互上帝闻，因为想讲，我若来用乳香树的树龄，迄个年我放落了，就会芳芳的祭。兄这毋免遐尼功夫，上帝是神，必应把伊的人用神用诚心。咱诚心实意，咱的上帝知咱的轻重，你相信吗？愿天父上帝伫今仔日感纳咱的礼拜。第二，这段是代表礼拜的所在，代表祈祷的所在。所以后来子孙孙，无论是伫伯特利，无论是西奈山顶，无论是伫伊的祖先过去所行过，上帝甲伊相拄的所在，后来拢真侪圣殿。所以今仔日咱若去以色列旅行，迄个导游会带你去逐个所在。这个所在是耶稣埋葬的所在，这个所在是耶稣伫西奈山祈祷的所在，逐个所在拢真侪。后来拢有礼拜堂。纪念上帝，纪念先人，伫迄个所在，甲上帝、甲先人做伙做礼拜。圣殿就是一个敬拜的所在，就是人听见上帝讲话，人愿意，互主耶稣拯救、洗清咱的罪，改变咱的生命。圣殿是什么所在？圣殿就是礼拜堂，圣殿就是人的心。上重要，人最常拄着上帝，毋是伫德堂教会。人拄着上帝最常拄着的所在，兄弟姊妹，伫咱个人的心内，学习这个功课，思想这个功课。咱若会晓伫建立咱家己内心的礼拜堂，甲建立内心的圣殿的时，咱就常常有机会伫咱的心内听见圣神的声，甲上帝做伙做礼拜。所以牧师常常甲恁分享真侪有关着这种灵修，像牧师嘛甲恁讲建立你家己内心的礼拜堂，恁会记得无？这是1000几年来教会的信仰的前辈，因所得到的智慧信仰的欢喜看见，所以就鼓励咱每一个人的心内应该有一间礼拜堂，迄个所在就是甲上帝相拄的所在。愿天父上帝甲咱三个伫地。这段就是人甲上帝立约的所在。上帝讲：“这是我的身躯，为着你拍破的。既然恁食的时，就用安尼来纪念我，会记无？”迄是耶稣上帝所讲的话。耶稣讲：“这是我的血，
所设立的是信用，是我的血所设立的，恁就用安尼来纪念我。所以既然有上帝立约，既然是伫上帝的面前对上帝讲：主啊，我愿意。迄个所在就是上帝甲你秘密、神秘、奥秘，属于你甲上帝单独的所在。圣殿中间咧讲这段马太基书第1章，伊讲这段就是上帝耶和华的道。旧约的以色列人听到这句话，我唔知因有明白后来异象甲启示嘛。总是马太基伊听到这句话了，伊会记得，伊讲原来耶和华的道就是圣殿内底迄个祭秘的道，就是上帝显露上帝的这段。但是伊唔知影，无偌久了后400年后，马太基是最后一本圣经。对马太基以后就无再有先知的册受接纳叫做圣经。经过400-500年、400年左右的黑暗的时代，一直到主耶稣。主耶稣伫以色列圣餐伫十字架顶悬受钉死，后来的人才明白，主耶稣讲：这就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今仔恁啉的时，就用安尼来纪念我。大家才知影讲，原来马太基先知所讲耶和华的道是啥物意思？通过耶稣基督，咱才知影讲，伫我对敌的面前，你甲我摆设筵席，是啥物种的意思？所以，亲爱的姊妹，咱何等的福气！伫今仔日咱的礼拜，上帝用天顶的美娘，伫每一个月的第1个礼拜，咱设立圣餐来纪念主耶稣，拢就是这耶和华咱的上帝的道。愿天父上帝帮助咱，每一摆咱甲上帝同坐道的时，是听道前，伫这个圣餐的道的面前，迄个主人，咱的阿爸天父，伊伫这个食饭的宴席的中间，对咱应允甲祝福。所以，爱的姊妹，你爱吗？愿咱来到主的面前，咱会记得旧约的圣经有这个记载。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主的面前，咱特别纪念主耶稣。咱的教会用十字架来代表主耶稣，因为主耶稣互旧约所有的祭司拢废除，独伊真做拯救的记号。所以主耶稣就请做旧约中间最后一只羊羔，献伫世间人甲上帝的面前。主耶稣代替咱死伫十字架顶悬，咱的糊涂，咱的情欲所犯的罪，咱伫一生中间有意无意对上帝的褻渎，咱的主耶稣代替帮助咱。所听下的姊妹，耶稣所做的这个烧祭，是一个好好的祭，互咱甲上帝重新成做白囝，好好的白囝。愿咱伫今仔日个礼拜，咱感谢咱的主耶稣，咱纪念伊。但是会记得，唔通阁将耶稣第2摆钉伫十字架。你讲牧师，迄啥物意思？第1摆耶稣为着世间人伫十字架顶悬，伊会听已经完成。但是每一摆，咱若有软弱的时，唔通固执偏行己路，因为咱若明明知影道理，阁唔肯照上帝的话来行，这就是将主耶稣第2摆阁钉伫十字架顶悬。所听的姊妹，那安尼，伫今仔日的礼拜第2项，我要甲咱做伙思考学习的功课，就是上帝所爱的这是什么？所听的姊妹，你会记得圣经安怎讲吗？世间人上帝所爱，对你所讨的，对你所求的是什么？米迦讲第6章第8节，上帝所爱就是行公义、放怜悯、存谦卑的心，甲上帝同行。今仔的圣经大笔伫伊的诗篇51篇，伊讲主啊，祭物你无爱，烧祭你嘛无爱，若爱，
我就要献。这句话的重点毋是否定献祭的重要，最重要是咧讲起上帝，我要献上你所爱的祭。所以代表伫伊的经文，伫伊的诗篇，伫伊的祈祷书的内底，伊讲忧伤痛悔的心，你无看轻；忧伤痛悔的心，你嘛无看轻你。伊用忧伤的心、忧伤的心这两字来讲起咱内面的灵甲魂。忧伤的心是咧讲起咱内面的灵。忧伤的心是咧讲起咱内面的魂。忧伤的心的意思就是，上帝当我伫妈妈的腹肚内，你就将你的活气放伫我的内底。所以代表的祈祷，伊讲忧伤的心，迄个字是叫做罗哈。甲摩西记载上帝创造亚当的时，上帝将伊的活气分入伫亚当。伊讲上帝将伊的灵分入伫亚当，嘛是用这个罗啊这个字。然后代表佫讲忧伤的心，你无看见。伊所讲的忧伤的心这个字，就是肋巴肋。伊的意思就是伫我内面这个人，就是保罗所讲，踮伫我内面这个囡仔真麻烦。所以兄弟姊妹。也就是牧师甲恁分享讲，将这个未大汉的囡仔带来交互圣神，互这个迄期的人甲上帝的圣神合二为一，合而为一。所以兄弟姊妹，代表的祈祷帮助咱明白，咱伫做礼拜所发出的祈祷，咱伫敬拜上帝的时，应该用心中的态度。愿咱来到主的面前，代表安尼讲，你无爱祭物。咱甲迄个祭物，这项事暂时甲放伫一边。咱甲即句话重新安尼读，你若爱，我就要献。或者你有听到上帝圣神即摆来问你吗？你爱我吗？你爱我吗？你爱我吗？耶稣问彼得：你有听我赢过这个吗？所以，兄弟姊妹，愿咱回应咱的信仰，愿咱回应咱的上帝。咱甲上帝讲，对今仔日开始，我无爱做一个小里小气、真高计较、真自私、真孤独的基督徒。主愿你对我慷慨，愿我嘛对你慷慨。还在听有吗？愿主对恁慷慨，也愿咱对主慷慨。因为上帝就是咱的，咱的嘛是上帝的。愿咱甲上帝合二为一，伫主的面前。所以代表伫今仔日的诗的内底嘛，安尼帮助咱。伊讲：你所欢喜的，就是义的祭、烧祭；上帝所欢喜的，就是义的祭，就是烧祭。烧祭伫旧约中间5种的祭祀中间，烧祭是上完全的一个祭。所以烧祭常常是几只牛、几只羊、几只全净生的烧祭。所以烧祭本身是代表一个欢喜甘愿的，是代表一个慷慨，是代表全备的。所以今仔日个圣经即句话有2项，咱需要思考甲明白的功课。第一，什么叫做义的祭？义的祭意思就是上帝看做对，上帝看做好。义的意思就是上帝目中看做好。熬怜悯，你若怜悯人，我就要怜悯你。无论你外高奉献，无论你外高读圣经，无论你外高讲道，无论你外慷慨摕钱来奉献给我，祭物绝对袂当超过你本身。伫这个所在，代表明白一项代志，就是对于内面完全的人是上帝所要求的。所以才讲忧伤痛悔的心，每一摆想到上帝，伊就想到伊少年的时阵，伊血气得罪上帝，伊婚外情，佮为着伊的婚外情，佮杀死伊的部下将军。
所以伊一世人背着迄种的见效，伫上帝面前讲：主啊，忧伤痛悔的心，求你怜悯。所以啊，你姊妹，原来来到主的面前，要啉清气的水，就爱摕清气的杯仔来啉。义的祭就是对上帝的话明白，上帝所欢喜的事。第二小节就是将咱家己完完整整。所以代表讲，我就要将我家己献伫你的祭坛前。阿免吗？兄弟姊妹，咱敢愿意，亲像代表讲，主啊，我愿意将我家己献伫你的祭坛顶悬。亲像我的主耶稣基督，耶稣所献的祭，是这个宇宙的祭，是这个世界的祭。耶稣伫伊所做十字架顶悬，其实就是一个全世界的祭。伊用伊家己拯救了普天的万邦万国万民。所以，毋是个人的祭，毋是家庭的祭，嘛毋是教会的祭，伊超过这三项。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开始以后若读着圣经，听到上帝所欢喜的事，你一定要用马克笔、用彩色笔，特别甲伊刻起来，帮助你以后咧献的时阵、咧服侍的时阵，真紧你就读到上帝所爱、上帝所注重。何西阿书伊讲，上帝所爱的就是良善，会当翻做怜悯。上帝所爱的就是高怜悯人，赢过什么？伊讲无欢喜的意思，毋是讲上帝无爱。迄个原文的意思是讲赢过罪孽。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伊的面前，咱明白上帝对咱要求。一个神圣的原则就是完全，规只精神。毋是迎春的才摕来互我，兄弟姊妹，别人毋知，上帝知。咱若迎春的才要互上帝，不如卖献。也这我佫讲一解，咱来迎春的才要互上帝，不如卖献，免得罪上帝。上帝会感觉咱开遐毋知轻重。所以，兄弟姊妹，咱来到主的面前，所以献祭的意思，这个完整完全的圣经有几啊摆重新的讲起，有几个经文，迄个字完全完整，规只精生全精生，这个字叫做邪念。上帝讲起祭坛都唔通用迄个铁啊拍过的喙石啊。所以圣经伫出来记第20章中间，上帝要求摩西为伊起祭坛，伊讲着要用天然的，无用家私，无用铁啊、钢腿啊拍碎的石头，用细块石头咧起较简单啦，紧巧咧。上帝爱是一个天然的上好、完整的，无用人工，所以出来记。上帝讲10条诫，互摩西的时，最后伊讲你起祭坛，就用规地完整的石头，迄个字整石头，规地的石头，这个和本中文翻做整块的石头，没有那个块，叫做整石头，迄个字就是今仔日牧师甲咱分享的邪念。所以，兄弟姊妹，迄句话意思就是，你若要献互我。你要全心全意，这不用去明白这个意思吗？原来伫主的面前，咱知影，邪念包括2项，一项全心全意，第二代表圣洁无瑕疵，是天然的。上帝所创造的你甲我出世是一张白纸，咱来到这个世间，上帝所原本予人的，是迄个无去互家私，无去互迄个钢腿啊拍碎的。迄个完完全全上帝创造的你甲我，所以兄弟姊妹，咱倒来到起初的爱心，这就是牧师甲恁分享出来记第20章第25节。你若要起石头的祭坛，毋通用家私拍过的石头，这个字，这个石头就是完整的石头。佮另外，后来约书亚嘛是安尼做，约书亚照摩西的交代，所以伊起祭坛的时，伊用什么？
伊讲用无拍过、无互钢槌啊、无用铁机所拍过的真石头。所以后来以色列人就发展真侪一个信仰的态度，记载伫历代志啊16章下卷16章第9节，伊讲耶和华伫即个世间咧找伊会当祝福、会当使用的人。上帝对天顶咧找伊会当使用的罗卜，是什么种的人？伊要用伊的大权能来祝福伊，是什么种的人？是愿意心存诚实。存诚实的心，其实这个字就是夏冷。夏冷这个字，过去咱捌唱一条歌叫做夏隆。夏隆的意思就是平安，但是基本上夏隆这个字，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叫做完全、完美、没有瑕疵、圣洁。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个礼拜，咱将咱心中上好的献予咱的上帝。咱甲上帝讲：主啊，你知，我愿意将我家己献予你，主你帮助我。上帝所爱就是忧伤的神，迄个神叫做鲁亚。上帝啊，忧伤痛悔的心，你无看见伊，就是自我。ego emit autos， 迄气的 ego 自我，正做上帝圣神同在的 autos， 也即。咱的逼真要互上帝改变，你欢喜吗？你愿意你的生命伫上帝的面前变作尊贵吗？愿咱伫今仔日个礼拜，上帝对咱讲话，耶稣带咱甲上帝和好，咱甲上帝讲：主啊，我伫遮，请使用我。愿咱甲家己和好，伫今仔日咱的心中有平安，咱无搁再亲像大笔见效。忧伤痛悔，咱伫主的面前已经得到赦免，咱伫主耶稣的面前已经通甲上帝和好。愿咱伫主的面前，咱将家己摆列。所以最后牧师伫今仔日的分享的结论，就是邀请遐的姊妹，咱每一个人拢对咱的阿爸天父讲：主啊，我愿意。也即你愿意甲上帝过你的一生吗？你愿意用你的一生来荣耀上帝吗？咱检察唔敢讲，我何德何能，我遮尔软弱，我凭什么会当荣耀上帝？上帝阳光若甲咱伫地，咱自然而然就荣耀上帝。也这唔是咱荣耀上帝，上帝阳光若充满伫七间教会，七间教会就伫逐所在家己荣耀上帝。现在你明白这个意思吗？不是咱荣耀上帝，上帝荣耀若充满伫咱的内底，上帝就家己得到荣耀。原来伫主的面前，咱甲上帝讲：主啊，我愿意。耶稣问彼得，耶稣嘛伫今仔日代表上帝问咱讲：你愿意将什么献予我？所听的姊妹。咱家己回答上帝，原咱伫伊面前，咱甲主耶稣讲：主耶稣，我要学习你，你就是祭司，你就是祭坛，你就是祭品，你就是祭司，你就是祭坛，你就是祭品。主耶稣，我要亲像你，诚做祭司。愿天父上帝甲我三甲伫地。现在你知影祭司这个字有一个足水的意思，就是造桥的人。祭司这个字伫列典文的意思，头前迄个 PON， 迄个字原本的字根的意思就是一条路，也是一个桥。后壁迄个 FEX， 迄个字的意思就是 to do 做，也是 make 创造制造，也是讲妈妈生囝 birth 就是讲我将一个生命生出来。所以这个字的意思就是生出一条桥，诚侪造桥的人，家己本身就是一条路，互世间人通过咱行到上帝的面前。耶稣就是真理、活命甲道路，所以耶稣互这个世间人通过伊，会通到上帝的面前。
每一间奉主耶稣的名所设立的教会，拢是帮助人。通过这间教会，通到上帝的面前。兄弟，恁明白吗？咱做伙同心合意，咱甲上帝讲：主，我要甲你同工，我们做伙伫这个所在建立这段。愿德堂教会成做一个无用石头所拍过，意思就是任何的艰难中间拢拍袂碎，就是一个完整坚定的信心。主帮掌管，所以其实咱就是这段教会，就是这段互德堂人看，教会就是这段互全台湾人看，教会就是这段互万国万民看。你我咱就是祭司。咱就是伫这段顶悬摇花的道顶，摇花的道顶，迄个荣耀的圣羊羔的祭物。愿天父上帝帮衬，所听的弟姊妹，伫你的内心起这段，伫你的家庭建立这段。咱做伙礼拜就是荣耀上帝，但是最后，咱要甲上帝讲，主德堂教会存在，毋是干那为着造就阮这群人。我要献这间教会给你，是我的教会，是圣洁的教会，是上帝你所欢喜的教会。阿们吗？所以，我要成做一间有活命的教会，要成做一间圣洁的教会，要成做一间互上帝你所欢喜的教会。阿们吗？所以，阮的教会成做你手中所重用的器具。主啊，这就是一个世间的这段。德堂教会毋是干那为着咱存在。是为着所有的台湾正教会甲台湾人存在，嘛毋是干那安尼尔。咱伫普世所有的教会中间，咱虽然志未世，但是愿德堂教会向世间见证讲，阮无跪拜巴力，听有迄个意思吗？没有任何一个权势、金钱能够收买主堂教会的价值观。这是一个真严肃的代志。哈利路亚！主，阮将今仔日这个教会，今仔日的礼拜，亲自活者，主求你使用阮，阮同心来祈祷。赐生的上帝，感谢俄罗你，你早伫地，今仔伫地，将来也永远伫地。你接纳拿阿所起的这段。你接纳摩西所起的这段，你接纳世世代代基督徒所起的这段，所以今仔日，阮嘛将德堂教会的这段来向你拜列。主帮掌管，互阮荣耀你的名，对今仔日到永远，阿门。
听这时，请咱三甲来吟圣诗，来应答上帝听。圣诗304首，我担劝恁着显家己，请咱起立吟全首。我担劝恁着显家己，爱做神的我者。这是上帝心所欢喜，心灵可使无尽，无因那为世间人管，为我欢喜心志，命令上帝善良顺转。欢喜做指引，存土甲真光过，叫你心心温良，那你基督做一件，阿弥龙母龙用。所以阮事当无相共，万事是认真，人的告诉我是人，帮咱得有信心。欢迎你明了我给，万物万全尊荣，愿爱上你万年之间，热心胸胸激动。用热心多爱出我人，有就无尊重，我当有犯太撒旦，心智无的后果。领着专心多事，进来撒和忍耐，因为心万在的上帝，有因我发开阿门。请坐，请咱准备心来奉献。
咱今日真欢喜，有一个青年真特别，就是赵坤兄弟的孩子吼，会囝迄个陈汉伫遐吼，咱足欢喜哦，即摆足大汉的，够大汉吼，嘿，咱感谢上帝陈汉年轻的时阵，捌伫咱教会做伙生活，咱真欢喜今仔日伊倒来甲咱做伙做礼拜吼。所以这敢有人第一摆来咱中间，咱真欢喜喜乐保院解封吼，咱真欢喜这个陪来甲咱挥挥手吼，并咱讲当解封做伙做礼拜是种欢喜的代志，感谢上帝吼。牧师今仔条感觉口罩摕掉因为迄个。红人甲我讲，牧师，即摆做礼拜，你若主理会使摕掉，无要紧，因为会当看到咱彼此的面吼。感谢上帝咱来用即条诗歌，为着咱中间还阁有需要上帝怜悯的人，请咱特别为着即个演教所伊本地是即礼拜、顶礼拜，因为4月初要开刀但是后来医生讲可以暂缓咱为着。先久需要咱用这条诗歌来祈祷。稳定的上帝，阮少年无论是伫什么所在，阮的亲人，阮的兄弟姊妹，阮非常少年，身体欠安的，无论是淑珍老师、演教授。无论是单数姊妹、阿嬷，无论是年长的阮的长辈，甚至伫美国，阮的兄弟少龙，阮为着所有身躯欠安的人，恳求上帝你怜悯帮助因。主嘛知影伫高雄，有人甲阮伫网络顶关做伙祈祷，因的囡仔嘛需要上帝你所赏赐。医治的权能，就伫国外这要来临进前，恳求主你赏赐因对主耶稣手中迄个医治的权柄、健康的活命。主伫你的面前恳求你，互每一个伫你面前向你求救。阮有健康的身躯，阮嘛有坚定的信心，阮的灵魂体拢得到保守。主耶稣无互黑暗的关系，包括身躯的软弱来困扰阮。主愿你将国外的活命，特别来临的国外节，来赏赐互每一个所需要的人。主耶稣，你进入因的祈祷的密房，你伫因的这段情，互因知。你其实无离开阮，主耶稣，互阮知影，其实你无离开阮。无论阮到什么所在，你的神拢甲阮三角地带，用你的疼，互阮得到平安。主耶稣，阮将所有兄弟姊妹交伫你的手中。主，存你的手甲阮牵。就存你的手甲阮牵，主阮存这双手恳求你怜悯，就伫阮的手中求你施落主你的恩惠，互阮对你来得到快乐。互阮来对你得到生命的真光，主，阮感谢俄罗你。阿门。主耶稣，阮感谢俄罗你的性命，你的听河顶奇妙，长看悬深，你的听永远袂无去。主耶稣。阮感谢俄罗你，主耶稣，阮感谢俄罗你。
咱甲咱身边的人讲，耶稣听你，咱甲咱身边。陈慧敢无来？咱嘛起信吼，来咱来祈祷吼，起信过来拜六要去手术吼，24号哈。勇敢的小勇士哦哈，来咱来祈祷。耶稣，阮将是信交伫你的手中，主恳求你使阮所好，是信充满了勇气，充满勇气。主你的信心踮伊的内底，互伊充满上帝你所带来的能力、平安、甲健康。主耶稣，听因爸爸妈妈的祈祷，互是信伫你的恩典的中间，伊的身躯成长，日日。体管，主你听也日子加紧伫伊的内底，智慧、信量、上帝听拢拿伫天，咱恳求祈祷我们所信的。你说遐尼，3年10个，咱来为着生即个人祈祷，敢有生即个人今仔有来人请恁来头前，吼，生即个人。选伫你的面前，为着即礼拜生日的晨会，以及所有生日的，包括以安，恳求天父上帝你施阮祝福，互所有生日的阮的兄弟、阮的姊妹，主有玉香姐，有以安，有玉明，有明辉，阁有佩荣。选伫你的面前，恳求主你施阮祝福，互因伫生日的时，当因往你祈祷，主你将伊的恩惠让互因。照因的需要，甲因备办。主愿恳求主你用油抹伫因的头壳顶，互因生命的杯满满。主恳求你赏赐圣神，就是带来智慧甲真理的圣神，要互因有能力，通真侪生命好的关系，伫过来365日，甲主你同行。主愿伫你的面前安尼祈祷，我甲所有圣名，阿门。生日快乐！这礼拜是台南神学院的纪念主日，亲爱的姊妹，咱有感动的人，咱会通参与上帝所起造的神学院，以及神学教育所需要，咱用奉献甲祈祷来陪伴台南神学院。咱下面来请报告吼。这是我来报告，请咱掀开周报。顶周的聚会，请咱家己看。本周的聚会主日礼拜日9点半伫礼拜堂。祈祷会拜三暗8点，伫礼拜堂也嘛会当参与线上的祈祷会。青少年团契拜六暗7点半伫教育馆1楼，查经班拜六暗7点半伫教育馆的2楼，也欢迎兄弟上迄个赖的群组来参加，也是会当到伫教育馆的2楼来参加查经。圣光的服侍下礼拜，司会请张世昌执事，司琴请刘一鸣兄弟，司宪请林安乐、陈美秀2位执事，招待第3组爱参暂停。新安宫的读经，请咱赵顺书来定手。具体交通第一，2022年总会年度的主题：传承上帝国，塑造新特殊。咱的教会10年的目标，展望100。今年是咱教会设教90周年，大家同心来找找10年的宣教目标，迈向100。第二，本主日是台南神学院纪念主日，请咱大家为神学教育的事工来奉献甲代祷。第三，3月27日主日下午，咱有中级以及团契干部的共设营，请代祷，也欢迎兄弟
做伙来参加。请咱来继续为着遮个生日的兄弟来代祷，求主祝福。奉献的报告，请咱家己看，若是有出入的，请按过界人员来更正。代祷的事项，第一，请为台湾甲世界度过武汉肺炎的感染来祈祷。第二，请咱来继续为着身心欠安的兄弟以及教会所有长辈的健康平安来代祷。第三，请咱嘛继续为着教会青少年因的身心灵甲因的课业来祈祷。第四，请咱也为着咱教会适婚青年的婚姻来代祷。第五，请咱嘛继续为着咱的姊妹教会、韩国福林教会、积极教会以及德克达雅教会来代祷。这时，请咱三甲来吟圣诗，来感谢上帝。圣诗515首，至圣天父，愿感谢你。请咱起立吟全首，吟诗煞，请曾牧师祝祷。至圣天父。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的感动，相通扶持，甲恁众人三甲伫地，对即时到永远无尽。阿门。请坐，别得避讳。